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啊！咁平時咧，我哋同大家傾偈咧，都主要係講股票市場啦。咁今日咧，我哋就想傾下加密貨幣嘅，因為見到咧，其實 Bitcoin 啦，今年以嚟咧個走勢咧都相當之波動，由升穿咗12萬啦，到而家有一個比較大嘅回調。咁所以特登請咗 Nicole。Hello， 大家好。咁就可以同我哋傾下咧，26年咧，究竟喺加密貨幣啦，甚至乎係 Bitcoin 咧，有冇咩投資機遇？定係我哋其實都係要等一等，慎重啲好啲咧？咁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講下咧26年嘅展望啦。咁其實咧，佢喺2025年尾嘅時候咧，個比特幣市場其實經歷緊一個回調啦，或者盤整嘅狀態嘅。咁其實有啲市場人士就覺得哦，呢個現象係屬於一個即係叫做獲利回吐啦。又有啲人就覺得係因為一個宏觀嘅影響啊。嗱，其實展望2026年咧，嗱暫時2026年我哋未踏入啦，但係咧其實咧都有佢嘅機遇同埋呢一個風險可以預示到嘅。咁首先啦，第一樣啦就係一個機遇上啦。咁其實近期嘅表現嚟講咧，而家嗰個機構嘅參與度咧，其實係 keep 住提升噶嘛。咁啊過往咧比特幣啲人就會覺得啊，其實佢係一個獨立周期啊，佢脫離咗個股市嘅，佢係自己有自己行嘅。但係其實咧，當而家嗰個情況，大家會睇到咧，其實好多時咧，比特幣咧同其他即係高波動性嘅 AI 股，可能其實即係有好同步嘅步伐噶喎。有時候啦，咁所以其實咧，當一個宏觀因素出現咗，去擾亂咗呢一個即係市場嘅情緒嘅時候咧，其實好多時可能機構甚至一啲即係平時嘅投資者可能都會有一個減倉嘅行為嘅。所以其實咧，比特幣嘅即係機遇啊，或者加密貨幣嘅機遇嚟講，有可能個敘事係回歸翻去咧屬於高 beta 嘅資產啦。咁另外第二個機遇啦，就係一個即係叫做加密貨幣嘅專屬利好，咁大家都唔陌生㗎啦。有機會可能即係監管上寬鬆咗啦，又或者即係可能技術上，又或者例如係即係穩定幣嘅支付應用啊，甚至係一啲區塊鏈嘅技術方面有提升咧，都會可能咧造就成為一個機遇啦。嗱，如果咧講翻頭先嗰個敘事先啦，如果人工智能帶動咗整體嗰個風險偏好提升咧，其實咧比特幣咧係有望可能咧會跑贏嗰個大盤添啊嚇。即係有機會係 AI， 即係當然比特幣嗰個升幅啦，或者係跌幅，其實個波動都係大過好多時候都大過一般嘅股票啦。咁但係有機會26年就藉住呢一啲嘅利好啦，咁就會更加跑贏一啲 AI 股添喎。冇錯啦。咁啊，另一方面啦，就係一個風險啦。咁凡事即係雖然有機遇啫，但係同時間大家都知道有個風險啦。嗱，宏觀經濟逆向咁即係唔使多意解釋啦。譬如呢一個可能即係美國政府嘅政策啦，跟住咧另外就可能會有啲譬如地緣政治風險嘅因素影響啦，都會可能影響咗整體個市場嘅情緒啦。另外就又係啦監管，最後咧就係市場內部風險。咁其實好多時咧唔單止係一個宏觀嘅影響噶嘛，本身呢一個 sector 本身呢一個範疇都有自身嘅內部風險啦。譬如可能突然間就係話某隻幣可能佢係出現咗啲問題嘅，咁你有可能會選擇減持啊。呢啲就係屬於一個叫做內部風險啦。監管不確定性係咪都會睇下？例如最近中國就正式開刊啦，就話穩定幣其實都唔係即係都要接受佢哋嘅監管咁樣。呢啲未來可能喺26年都會有更加多嘅消息出嚟，咁大家可能都要望住啦咁樣。係。咁啊但係咧，即係我自己嚟講啦，加密貨幣投資我可能偏向都係投資 ETF 嘅，咁但係就都會睇好多嘅概念股㗎，例如即係今年啦升幅好犀利嘅Robinhood 啦嗰啲啦，咁我其實自己都有買開啦，咁啊都問下Nicole啦，見到你有準備到嘅話，有冇話即係邊一啲嘅 sector 啦，或者係其實同加密貨幣啱啱所講嘅利好咧，佢哋個緊密程度係會更加高，我明年係可以係繼續去買呢啲嘅公司咧？係啦，咁呢個表咧都 list 咗部分啦例子嚟嘅，就係乜嘢何謂呢一個加密貨幣概念股啦。嗱，頭先 Kimmy 講到啦，譬如Robinhood 啊，即係 MicroStrategy 啊，呢啲大家都唔陌生啦。咁其實咧 Nvidia 都屬於呢一個咧，即係成個生態入邊有關聯嘅股票嚟嘅。咁好啦，至於咧
喺呢一個頭先呢個加密貨幣概念股又有啲乜嘢風險？可能大家會忽略咗，覺得咧呢啲加密貨幣概念股嗰個波幅或者嗰個上漲情況應該都係跟住呢一個比特幣，但係其實咧就唔係嘅。咁啊係啦，有兩個方向大家可以了解啦。嗱，我講咗公司嘅特定風險先啦。嗱，何謂公司特定風險咧？咁又係啦，你本身個概念股即係其實本身間企業有自己嗰個財務結構噶嘛。譬如可能我假設 let's say 佢係高負債，或者嗰個現金流唔足夠嘅時候咧，又甚至可能個營運控制失當嘅話，其實都有機會咧令到嗰個加密貨幣概念股咧嗰個走勢咧係偏離咗呢一個即係比特幣嗰個走勢嘅。好啦，另外啦就係更高嘅波動性。其實咧頭先都講咗啦，加密貨幣概念股咧係唔一定係跟住呢一個加密貨幣行噶嘛。嗱，以呢一個 MicroStrategy 為例子啦，其實大家見到咧佢整體上咧，當然啦嗰個趨勢上咧都即係會比較接近嘅，但係其實咧佢嗰個波動性咧都頗大。大家可以睇到咧喺呢一個後11月嘅中期啦，其實咧隨後佢嗰個即係波動性咧都比較大嘅，所以咧就唔一定咧係1比1咁樣行。呢個係有好多投資者有個誤解，就覺得喂佢1比1行，咁我就直接去買呢類型股票得啦。咁其實咧就唔係嘅。即係呢一啲嘅公司就要睇埋佢自己公司本身嘅財務狀況啦，或者係基本面啊，嗰個影響都係即係本身個 Bitcoin 嘅走勢以外嘅一啲會影響到佢股價嘅因素喺度。冇錯啦。咁部署上咧，即係例如我講緊我26年啦，我都睇好 Bitcoin 咧係會即係喺個低位度有些少反彈咁樣啦。咁我應該揀下啱啱所講嘅正股啊，定係即係我都係買 ETF 㗎嘛？之前都係買翻 ETF 會好啲咧。咁部署上啦，嗱正股就即係頭先，如果你做正股部署，即係頭先有提及過，可能加密貨幣概念股啦，咁呢個大家都熟悉㗎啦。咁啊，另外啦，其實咧就有即係啲槓桿 ETF 做選擇嘅。咁其實加密貨幣概念股都即係發行商都有出啲2倍槓桿 ETF 啦，喺美股嗰度，譬如有呢一個Robinhood 係啦，Robinhood 2倍槓桿 ETF 啦。咁啊，另外其實之前都有同 Kimi 討論過，就係2倍上限加速 ETF 啦。咁而家會見到呢一個 Strategy 係有2倍上限加速 ETF 嘅。咁至於咩時候做咩部署咧？譬如你係嗰個信念好強大嘅，你覺得係呢排近排啦，覺得已經會係一定會係升幾多 percent， 見底啦，可能我覺得。咁你如果既然你信念強大，咁你就可以留意2倍槓桿 ETF 啦。又或者咧，其實而家嗰個市況即係未話好有清晰嘅道路啦，甚至有啲可能機構已經 close 咗 position 啦，唔再買貨啦咁樣。咁而家呢種情況咧叫做可能窄幅上落嘅，有啲投資者覺得喂升3%、5% 咧，我已經夠皮㗎啦，要走啦，因為我趕住我買聖誕禮物過年啦咁樣。咁如果係咁嘅情況，你都可以留意2倍槓桿 ETF 啊嘛，因為理論上佢係即係將你個潛在收益倍大咗。既然你都係睇可能3至5%，咁你即係乘翻2，理論上即係條數有得計啦。咁好啦，至於呢一個槓桿 ETF，其實咧而家唔淨止係有2倍嘅，另外啦喺即係第二啲交易所啦。譬如Swiss Exchange 啦，其實咧甚至咧最近期係有3倍嘅 BTC 嘅槓桿 ETF 啦，正反都有嘅，所以大家會留意到咧，其實即係比特幣或者即係整體呢個加密貨幣個熱度咧都係持續啦，所以就引申咗好多唔同嘅衍生工具出嚟嘅。因為2倍槓桿 ETF 啦，咁我之前就都有做嘅，就係 BITU 咁樣，即係3倍嘅話就係今年先推出㗎，係咪？係啦，3倍就係最近期啦，真係最近期嘅，所以就成為咗即係近期加密貨幣即係幣圈嘅熱話啦，係啦，冇錯啦。咁另外又有即係3倍 ETH 啊咁樣。明白。趁你今次上到嚟，咁係咪其實講緊即係正股上面，我哋就睇好間公司，再加上睇埋Bitcoin 未來嘅走勢就去選擇啦。咁2倍槓桿咧，或者係講緊2倍上限嘅加速 ETF 咧，都係一啲短期少少嘅部署會多啲咧。冇錯啦。咁咧要提下大家啊，槓桿 ETF 咧屬於一個短線嘅投資工具嚟嘅。咁有啲人就話：喂，我其實長遠都係睇好嘅，我睇2年之後佢會點點點。咁咧其實咧就唔係好適合用於即係
槓桿 ETF 啦，因為其實佢有複利效應啦。你長期持有咧，其實咧你係有機會去到可能2年之後，你嗰個結果咧係不如預期嘅，因為咧槓桿 ETF 咧係每日都有一個 rebalancing 啦。咁所以咧大家真係要留意啦，因為咧就算你係長線睇好，其實都難免中途咧有啲波幅噶嘛，可能會跌下先至會再上啊。所以大家真係要留意，佢係屬於一個短線投資工具嚟嘅。咁啊，好多謝Nicole嘅提醒啦，咁亦都傾咗好多咧2026年咧加密貨幣我哋睇到嘅一啲機會啦，或者有風險要留意，同埋一啲部署嘅策略。咁我哋都等下明年啦，睇下嗰個走勢係點樣，我哋再同大家 update 一下啦。咁啊，多謝晒大家收睇，拜拜。拜拜。